心来帮助。圣经讲，施比受有福，所以当我们可以帮人家的时候，可以多走1里路。我真的相信，我们南洋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哈。像天使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写了一封函哦，大家都全力的来帮助，而且呢，恩典刚刚好够用，让我非常的感谢。然后呢，我们的经常费缺乏的时候呢，也很多兄姐也奉献，所以呢，也很感谢。监狱有缺童工呢，我只要呢告诉某一些兄姐呢，他们也会来帮忙。像路人姐弟兄哈，他这个月开始就要到那个监狱的少管所去教那些小孩子唱歌，因为呢他很会唱歌。哦，我也邀请吴老师呢，可以到少管所来教那些小朋友音乐。哦，他说他在考虑哦。那所以呢，那慧老师呢，他也可以去做很多的个辅啊，帮助一些很多的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教会真的是有在动哈，而且走到外面去帮助那个真正需要的人。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还有教会里面更多的需要，我们看到牧会函的时候，也知道说很多人需要我们的祷告，还要更需要我们的陪伴。所以各位兄姐加油！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圣诗141首，耶稣最难牧者。我们有能力爱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给人家一滴水的时候，神是给我们一片大海。所以呢，当我们受到一点点伤害的时候，我们又回头想，我们只是受到那么一点点的不如意，但是耶稣为我们舍命了，所以那一点点是真的让我们这么 care 吗？好，我们可以常常来思考，神的爱真的是充满我们的时候呢，那一切就会宽恕哈，会超越。所以呢，我记得郭李丽牧师哈，罗东教会的郭李丽牧师，他常常勉励我们要 overcome。他说：“你若袂记你 overcome， 你就 over 摕来看。”嘿，牧师安尼甲阮教，吼，我嘛安尼甲各位分享。咱来唱这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无咱拢无害，抱伫伊的形状，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得伊，我可以错路，无论经过旷野，还是踮草木，耶稣做咱牧者，咱捌伊声音，伊随声来教示，感动咱的心。有时随梦接伊，永远有准备，只为带咱是伊兄弟。耶稣做咱牧者，为着有来世，用所留的宝血，虽有个枪气。大家有机会，是牧者看命，若有主的关系，就属于本性。耶稣做咱牧者，可以就无好，在人虽然叫做有君伊照顾。经过心所顾，黑暗真通行，咱着负担真情，第一稳当用。耶稣讲：“我是好牧者，我的羊啊，也捌我的是属伫我，
属于我的也捌我。咱捌听到讲，咱的声音，咱内心的声音是上帝的声，还是家己的声，还是世界的声吼？人有迄个辨识力哦，就是有上帝，就是上帝样啊。所以咱是上帝样啊，还是世界的样啊？吼，咱家己有当下会开始来思考。咱过来锻炼第54首，同心俄罗天杯。诗篇讲：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有一个姊妹问我讲：啊，是安那用右手扶持？那不是用左手？你想咧？我是安尼来讲，因为这手较有力啦。吼，来，咱来同心俄罗天杯。同心俄罗天杯，主人养我兄弟，跳动人民无穷无尽，救国天定对，俄罗亚手准备，兄弟老是会行，公路经大小人追过，敌人放杀性命，俄罗兄弟相心，看你感化万民，对天降临见人的心，俄罗归顾我心，俄罗萨为天，比较相信兄弟，自尊自大主也护护，俄罗个万万岁。咱这首的头一段吼，你目睭闭起看，你会晓唱无？吼，咱来唱看卖吼，啊来。心俄罗天杯，主人养我兄弟，跳动人民无穷无尽，救国天定对。搁一遍，头一段。心俄罗天杯，主人养我兄弟，改良人民无穷无尽，救国天定对。安静咱的心，进入今仔日的敬拜。对，将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伊，敬拜伊。
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我的心啊，你着精神起来，听啊，是啊，恁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的权大搬过遮的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这时，咱要来吟圣诗54首，圣诗54首，同心学乐天父，会众起立，并全首。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同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因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8篇，诗篇27篇，启应文第8篇，诗篇27。启应文在圣诗后面14页的地方，咱做伙来教它。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杂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
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将我藏伫爆棚看白的所在，搭我的头壳得到野气。我要伫伊的爆棚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叫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幸无见我迄面。毋通对我演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助。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人，愿人光甲恶恼归伫伊的性命。咱要过来用圣诗141首，圣诗141首，耶稣做咱无遮。会众起立，用全手。请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啊，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一切得罪神的事。我们所犯的罪，不管在我们看是得罪神的，或是得罪人的，都是得罪神的。我们要在神你的面前，将罪的包袱打开，将每一件的罪都彻底的显露出来。主啊，我们也要从心里转向你，求你再一次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认罪、祈求、祷告，都能蒙神你悦纳垂听。慈爱的天父，
2021新的一年已经展开了，放下2020年所有的不安、悲伤和不顺遂，我们仍然要大大的感谢全能的主，把我们捧在手上，抱在怀里，走过一次又一次的死荫幽谷。新冠肺炎的疫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而且我们台湾的状况也比去年更加的险峻，突然间增加了很多人的恐惧与不安。恳求天父施恩怜悯，继续保守染疫的病患能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健壮他们的免疫系统，保守需要隔离可能染疫的人，安静他们的心，配合做好相关的隔离措施。也要求主祝福每一位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使他们有好的体力和坚强的心智，赐他们足以照顾病患的力气，并恩待各国的领袖，能排除彼此的歧见，愿意共同来分享资源，维护百姓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愿我们懂得谦卑回转，静候怜悯的神施恩赐福，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医治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也要再次的为教会的合一献上祷告。上帝赐圣灵给南洋教会，让基督徒经历圣灵的恩赐和果子，并不是单单为了祝福信徒个人而已，更是要在基督的身体中，就是在教会经历圣灵的大能，得以过属天的生活，并借着祷告侍奉，使教会得着从神而来的权柄来传福音，转化我们现今的时代。主啊，求你让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再次求你帮助我们从服侍的经验中得着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丰盛。愿我们的服侍得着你的喜悦，单单是为了荣耀神。如同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是台湾女子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祈求圣灵与院长庄淑珍牧师同在，透过牧师传讲神的信息，大大的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诚心的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咱要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咱先开就部记载的圣经。哥林多后书9章6到9节，还有雅各书的2章5节，我这边用和合本修订本来攻读。哥林多后书9章6至9节，还有一点，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上帝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周济贫穷，他的义行存到永远。雅各书2章5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稳定的话去调伫咱的心。即马咱要请弟兄小组甲周四小组学习上帝，因为学习的时光是新希望。
感谢弟兄小组甲周氏小组真水的学老，愿一切水的歌声献互阮全能的上帝。这是咱要请台湾女子神学院院长庄淑珍牧师来敬祷，敬祷的题目是谈奉献。咱即马将时间交互牧师。感谢平安。有一间国际教会，伊牧师就邀请伊的会友三个，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犹太人。牧师甲讲吼，恁着爱来奉献。即个罗马人听牧师安尼讲呢，伊就足阿萨利的，将伊辛苦的钱拢奉献出去啊。即个英国人呢，伊讲爱奉献，伊听牧师安尼讲，所以伊就开始讲，伊就。对对 ，OK。即个英国人呢，伊就伫涂骹画一个银箍啊，伊就讲请全能的上帝，你决定讲吼，我会当有偌济，所以伊就将伊钱规个拢也位顶悬起。然后呢，这落落来是个钱落伫银箍内底，讲安尼这是我的，银箍外口拢是上帝。是即个犹太人呢？伊看头前两个人安尼做，伊拢无做任何动作，伊中间辛苦的钱规拢也会顶悬起哩。伊讲呢，伟大的上帝，你想要偌济吼，你摕去啦，你无爱那互我，这是笑话。我们都没有笑。今仔是用即款讲人对奉献的态度甲伊的看法，咱做伙来学习。今日咱所读的即两段经文，要互咱的即款的教示是啥物？头先我要讲的是讲，咱的上帝伊非常欢喜乐意将财富来赐予伊的囝儿。上帝赐福互亚伯拉罕，圣经甲咱讲，亚伯拉罕的金银精神非常的多，伊嘛赐福互以撒，伫迄个空闲的时，上帝赐福以撒伊的财产100倍啦，有一年有100倍的收成。然后上帝嘛赐福吼，然后上帝嘛赐福互雅各。伊嘛赐福互雅各，圣经甲咱讲，雅各伊非常的极其发达，伊得到真济羊群、奴仆、女婢、独刀甲驴，伊嘛祝福互约瑟。咱知影讲，上帝将埃及所有的财富转到伫约瑟的手，为虾米？因为伊做宰相。当以色列人因要出埃及的时，伊讲：你着你的厝边，甲伊讲你的金仔、囡仔拢着爱互我。所以因遮个人，遮埃及的厝边，着真正乖乖将囡仔、牛仔来交互以色列人。所以耶和华上帝赐福约瑟，耶和华上帝嘛赐福所罗门王。咱知影讲，所罗门的心是安怎？伊单单地是耶和华上帝，伊无将伊个人的财富、名声、地位放伫伊的第一位。所以伊的心，咱讲他的心摆对位置，耶和华上帝就大大赏赐互伊。即个财富对外别人的手中，安尼一直入来。上帝赐福互历代的信徒，嘛赐福互每一个顺坦遵行伊旨意的人。第二呢，我要讲的是讲，当上帝赏赐咱财富的目的是啥物？头一点就是讲，互咱会当通行逐项的好事。咱知影讲，伫国内外教会起造，有时是上帝感动牧者，上帝感动信徒，上帝感动遮的忠贞，因伫遐来奉献。咱知影讲，即个韩国，即个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着永吉牧师伊
的教会吼，当伊将伊的教会选去到如意岛的时，实在是真需要真济的这资金，要安怎？牧师就卖厝啦。所以伫伊的即个牧会45年还是30年这本册内底，伊写啊非常的清楚，就是当伊知影讲，即个银行3点半要甲伊交钱的，要一定爱交钱进前，伊伫遐祈祷了，伊嘛真好大胆去和银行的经理讲，讲了后，这代志拢会解决。伊相信伫伊的奉献的中间，邀发上帝祝福。咱知影最近伫台湾上行的即个幸福小组福气教会吼，伊是对即个韩国的咱讲即个丰盛教会，韩国的丰盛长老教会，即个金圣坤牧师，即个是全世界上健康的教会。伊的教会伫遐咧起礼拜堂的时，伊讲透钱咧。因1994年较开始设立的即个教会，总是呢，因的忠直，因会友大家拢足有心的，讲牧师袂要紧，阮若有2间厝的吼，阮就来甲1间厝卖掉，然后呢，大家同心合意伫遐来成做即个建堂的基金。所以咱知影讲，上帝赏赐咱，互咱的即个财源是互咱会当行逐项的好事。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教会起造的中间，嘛真济真水的故事，是有人感动奉献土地来起礼拜堂。咱知影讲啥物李春生啦、徐春芳啦，也是讲阮都有机会去到即个平湖的七美，迄个七美教会嘛是人捐献的，真济即款真水的故事，伫遐来讲，上帝互咱财米是啥物？互咱会当行逐项的好事。若是安尼，咱兄弟姊妹讲，牧师你讲的，拢是讲啥？在有钱的基督徒，他会当做到啊。若是安尼，阮比较较资源较少的，还是讲较送乡的，才会信徒，阮要安怎？安尼是毋是阮就无法度来行逐项的好事呢？咱来看圣经安怎讲，拄则咱所读，咱过来甲读一遍，好无？来。是，所以咱会感觉讲，哇，较拄讲遮个拢是好野人啦，拢是有钱人啦，因嘛是甘心奉献。总是呢，雅各书第2章第5节，上帝敢毋是拣选咱遮个送乡的人，互因伫信做好业，伫信仰中富足，来承接上帝所要应允，互伊要互听伊的人的光芒。拣选即个送乡的散起来，互因伫信心做好业，伫信拄着，伫信心通得着富足。咱若看讲，伫以色列抗旱的时，以利亚先知伊到伫即个西顿的撒勒法的妇人人遐，耶和华上帝讲，你着行，去遐我要甲你备办，你要和一个寡妇做伙生活。所以以利亚看到即个寡妇的时讲寡妇剩一杯米粉，一束仔油，然后伊做最后一块饼了，伊和伊的囝食了，伊要等死啦。所以以利亚就讲：你大先做这细细饼来互我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上帝要说，你的米粉甲你的油拢袂打去。兄弟姊妹，你若是迄个妇人人的事，你要安怎样来决定？这是咱要做一个决定的事。我剩最后一块饼呢，无我嘛食的就好有等死，还是讲我真正伫最后的这块饼的中间，我会当分享出去。伫咱的实际生活中间，可能咱会拄到即块，你安怎做决定？总是即个妇人人，伊相信以利亚先知所讲的，所以伊就真正做一个细细饼，先互以利亚食，就照以利亚所讲的，互伊的米粉甲伊的油拢无打去。是安尼，伊和以利亚共同，和伊的囝共同来度过即个抗旱
的日子。撒利法的妇人人，伊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将伊极需要的哦，极需要的，真正即块饼食完就无啊。总是即个信息的上帝是安怎样透过以利亚先知来表示伊对即个以利亚的一款咱讲的约。上帝检视竞选世间所向的，互因伫信做好业。路加福音21章的第1节到第4节，则讲迄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善车的寡妇，伊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儿乐，因为即个善车的寡妇将伊一切要挖去的，拢奉献啦，用安尼来表达伊对上帝的疼。即个故事咱拢做清楚吧？所以呢，我直接讲即两个善车的寡妇奉献的咧，来激励咱啊。有啥物人比寡妇搁较善车？伫旧约即个撒利法的妇人人的寡妇，伫新约即个寡妇伫当时的社会应该是上弱势。上弱势，要顾因对耶和华上帝迄款的信心，到安尼。所以讲，竞选世间善车的颂扬的，互因伫信来做好业。既然因会当安尼，我相信咱嘛会当伫信来做好业。无论是富足善车，上帝拢会赏赐财富。所以咱得到财富的目的是，互咱会当行逐项的好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咱知影讲以色列复国，真侪犹太人就对因所寄居的国家，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所在，到以色列所在，因为感觉阮爱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安尼，感觉有安全感的。有一对犹太人对欧洲就搬转来到以色列，因感觉讲啊，好佳哉，伫咱搁活地时，咱会当看到咱的国家一只来恢复。即对犹太人非常敬畏上帝，因就咧想讲，阮要安怎样来奉献互上帝。但是因的资源无讲介济，因是咧做面包的，开面包店的。所以两个翁仔某就伫遐想哦，参详，要安怎样用咱的资源来奉献互上帝。尾下呢，因感觉讲，既然金钱毋是遐啊够，无得咱就用咱的面包，这是咱靠伊养生的即个面包。每一工偷一个烘好的这个面包，因就阵啊，家放喺篮底，送到圣殿的所在。所以因安尼决的时就安尼来行，就是这圣殿管会堂的，实在是非常的颂香啊！常常就祈祷啊，上帝啊，真正阮的日用的这个食物，恳求你来赏赐。伊祈祷了，我咱毋知，总是当即个面包送到圣殿，逐工送到圣殿的时，伊发现讲啊，待耶和华上帝有来听我的祈祷呢，才开始逐工拢有即个面包啦。所以翁仔某，即对翁仔某7点送面包，可能即个管会堂的错8点到，所以就安尼一个送一个收，一个送一个收。3个月了后，即对犹太人的翁仔某，因煞迄天困者伤晚，就较紧的嘛是照常将面包送去到圣殿，还是已经迟到啊。所以当即个先生送到圣殿的时，拄好即个管会堂的要来收面包啦。所以因倒伫迄个所在，两个人相拄，四目相视，我看你，你看我。所以迄个摕面包的即个管会堂讲：哈，原来面包是你送的。即个犹太人讲：哈，原来面包是你收的。两个大男人啊，相揽，伫遐流目屎，非常的感动。那是迄个时间，我伫遐静止静默。伫因相揽流目屎，真感动的中间，伊敢若听到天顶的声音讲：我的囝儿啊，恁所做，我真正
真欢喜。上帝赏赐互咱财物的目的是，互咱会当行逐项的好事。第二呢，上帝赏赐咱财富的第二目的是讲，是参与伫有份伫上帝国的起造。上帝国的起造实在是需要真济资源。拄则我讲的赵永基牧师，伊奉献伊的厝；金圣坤牧师，伊的会友的伊教会中间会友有2间厝的，卖1间，因拢奉献出来，是为着讲要去建立这个圣殿，要来拓展上帝的国度啊。所以基督徒伫圣工顶悬的奉献，就是咱积聚财宝伫天里。印度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我毋知咱捌听去，还是讲伫即个网络 YouTube 中间，咱也甲拍2字萨都牧师，伊都有真济即款的教导。伊受几年前伫伊的见证的中间，伊受台湾的教会邀请来讲道。迄间教会无讲介大间啊。伊讲伊讲道煞，伊想要替人祈祷的时，用耶稣来徛伫伊的身躯边啊。伊讲：你看，迄个人，爱伫咧祈祷。结果耶稣讲：你看的是，萨都牧师就甲伊的目睭拍开，讲：你是指对一个啦。伊讲：迄个人你也讲，今仔日吼是伊最后的机会，伊是一个强盗啦。萨都牧师讲：你睇我安尼讲，我对伊也无了解，你毋着甲我讲较济资料咧。然后我上帝就甲讲，伊讲吼，即个人对南部起来台北。开始，伊是一个生意人，伊要做生意的事，伊向我立约，伊讲上帝啊，当即个时阵开始吼，你是我的股东，你要帮衬我吼，咱是合股的，我若所赚的1/10，我拢要互你啦。所以就照安尼约来行，要我上帝有赐福伊哦。伊讲伊赚1000块的时，伊足欢喜，爱奉献偌济？100。伊赚1万块的时。伊欢喜奉献偌济？伊赚10万的时，爱献偌济？上帝阁祝福伊哦。伊赚100万的时，爱奉献偌济？等于赚100万的时，伊就开始伫遐咧论咧。伊讲：耶和华上帝啊，你毋是讲千山的羊群，万山的精星拢是你的啊？金仔银仔嘛是拢你的啊？你要这10万块创啥咧？所以，伊10万块开始，就拢无奉献。这个财奉献怎揪起来？上帝讲，他扣住了我的钱。毋过呢，我阁继续甲伊祝福。等于赚1000万的时，爱奉献偌济？10万块都摕袂出来啊！100万摕出来无？袂啦。伊讲我真正安尼甲伊祝福，总是伊无照伊向我所约束的。安尼已经过差不多1-2年啊！我甲你讲，你即马甲讲，伊偷摕我的钱，伊是一个强盗。安尼萨都牧师伊就知影，因为伊看迄个人穿得都足体面的，哪会邀我说，耶稣也讲伊是一个强盗。当伊了解了后，伊就开始伫遐咧呼吁，爱悔改认罪。咱中间有一个强盗，今仔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若无悔改认罪，你所有一切，由我上帝要甲你摕去。伊伫遐咧呼吁，伊一直看着迄个人，伊呼吁几下遍，总是迄个人无动于衷。总是既然讲这是今仔日最后的机会，萨都牧师伊就知影讲，伊一定要有这个使命来，互这个人毋通去拄着即款的困难。所以伊就讲吼，伊讲恁若无悔改，无我要抢你的命，互教会人拢知影你。伊可是无动于衷的，所以伊阁想办法。伊讲无吼，等下吼去倒的时，我要到你的边仔，我要揪你的耳仔。这个人若跪落来去，伊伫遐悔改认罪，因为伊知影，当然我相信圣神伫伊内底有感动。亲爱兄弟，假使你若是即个人，即个吼耶稣讲你是强盗即个人，
上帝要怎样会当将搁较大的财富托付你咧？路加福音12章，耶稣讲一个例，就是迄个无知的财主。伊讲有一个财主，真丰富，伊的册仓嘛已经藏袂落去。伊讲安尼无安那，我着来搁去一个搁较大间的，然后我着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足济遮财物，积聚啊，会当做真济年的费用。安尼咱着安尼欢欢喜喜、安安乐乐来吃喝快乐啊！上帝讲，若是去阴暗讲无知的人啊，阴暗我要你的灵魂，你所备办的要归乎什么人？所以讲，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面前，却是无富足的，嘛是安尼。上帝赏赐咱财富的目的，就是咱爱参与伫上帝国的起做。但即摆拄则萨都牧师咧讲的迄个强盗，对照伫咱每一个人的奉献的即款的积蓄的中间，咱嘛着爱看起，我是毋是迄个强盗？我是毋是无将迄应该奉献的1/10，真正入去到伫上帝即个府库内底？今仔日萨都牧师即个故事对咱有真大的提醒。第三点，我要讲的是，咱的奉献是凭咱内心的感动，甲对上帝信心来行。今到后书9章7节，咱做来读来。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无得烦恼，无得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弟兄姊妹，咱伫上帝面前，咱应该爱奉献偌济，也是咱应该爱怎样奉献？是圣神伫咱内面的感动。所以，咱若有任何的烦恼、勉强，安尼就是表示咱还阁有无愿意的心啦。人心的假冒，上帝拢知。所以出伫迄个甘心乐意，才是上帝所欢喜的。世间人会看啥物？看人奉献的迄个数目字啦。总是摇花上帝迄咧看是讲，咱奉献了后，咱阁有剩偌济啦。所以圣经咧学了迄两个善车的妇人人，摇花上帝对即个撒利快的妇人人，迄个信息，照着伊利亚先知所讲出来，你淡薄对细细变化食，你油甲你的面粉拢袂当。即个信息的上帝是安尼，来咧执行伊所讲的。所以咱讲即个寡妇的奉献，敢若是超越伊应当尽的本分的。即个寡妇的奉献嘛，显明伊对主的疼甲伊的卫生是遐那完全，是遐那彻底，会当成做咱学习的对象。所以咱讲要奉献，毋是讲咱着偌济钱较奉献，是伫咱欠缺时，咱嘛是爱奉献。你伫你欠缺时，你奉献，你会当去经历摇花上帝的信息。我拄来入做新行业时，当时讲无所歹势，留7万块现金互你啦，讲好，7万块现金，跟2条小未收，安尼咱的一个月经常费会使啦，过来你着爱家己拍拼。我落去楼顶看看，都有琴呢吼。毋过迄个琴是，过去有迄个音乐班啦、音乐教室，就无咧用。但是有听到东港讲东部的原住民需要琴，所以我就开始去联络，伊有互我2间教会，到尾佫互我3间教会。即个琴都请即个调音师来看看，拄好3台会使。我就和因联络，讲好安尼，再琴送恁吼。然后迄个恁家己来搬就对啊。总是迄个调音师伊讲无事，卖啦，我遮就有货车专门咧搬琴的。我就一路安尼落去花莲2台，台东1台，安尼落去毋就盖好。讲对啊，安尼是上方便，毋过爱运费呢。所以袂要紧，拢讲了算的大概爱1万块。
花莲迄两间教会拢足欢喜。到迄天要出发进前，因两三天我敲电话台东迄间教会啦。迄个长老甲我讲，牧师，我们没有说要请呢。讲啥啊？你毋是讲需要啥？无讲要爱，讲这请是免送你的呢。不是，我们就是连那个运费我们也出不起啦。吼，阮迄台琴是28年前人送的，佫是中国的，倒是讲已经袂听的啊。吼，唱歌无琴嘛，感觉真奇怪。吼，就是需要，毋敢开喙啦。讲袂要紧，就是要送你，你拢毋莫去看遮个代志吼。就是算算的，1万块就对啊。我来想讲，学校都无钱，好啊，安尼我就甲家己讲，1万块就当做奉献。我讲好，这琴就是要互你，拢毋免去想啥。3台琴拢送出去了后，就是我讲这个奉献1万块，迄嘛拢无记数。1礼拜后，一个姊妹来到办公室，牧师，这1万块，我讲你就讲要创啊？就你就任的是要互你的，但是呢，我迄天佫无法度来，要互你的。我插着，哪会安尼？即款的咧足济发生伫我的身上。学校，上帝，咱讲调度万有。人力财力虽然是关关难过嘛，关关过。虽然不是高峰飞过，是低峰飞过，要顾去经验着要花上帝的信心。一个牧师，你讲，咱来办迄个快乐时光好无？我讲好啊，就拜六下晡2点到4点。对象是啥物？身心症的，食药的，也是讲吼长期咧服药的。我讲好。免伤钱啦，牧师我咧讲吼，但是因来吼，咱爱互因感觉因足受尊重的，所以你的点心啥物爱准备较丰富咧。我讲好，无学校都无有说，这是拄安尼来吼，我就开始讲好，无要紧，咱来去买点心创啥，互因感觉讲宾至如归。真正看着讲来第3礼拜、第4礼拜了后，遮个人本来是7点25分的面，变10点10分啦。安尼就有价值，对毋对？你感觉讲帮助一个人，伊的生命重新活络起来。有一天呢，我去一个会友因兜啦，伊的先生毋是基督徒，当然迄个会友是要奉献，有牧师歹势我就无方便你来，我去遐摕奉献。要走的时，先生讲，牧师你敢是需要零用钱？我讲伫遐呢，我几岁了，我有需要零用钱？这零用钱敢是小朋友、爸母咧互囡仔零用钱呐？我毋知要怎甲应啦。我就趁钱趁你也讲迄句话，你拿抽屉拿出来，7000块，你需要零用钱，互你。我毋敢摕来，讲袂要紧，我是长辈，我是长辈，所以这我常常安尼做。我等下想想就加减乘除，这个快乐时光的。这个差不多12周的费用大概是7000块啦。我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咱的耶和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赏赐咱资源是啥物？互咱行逐项的好事。伊赏赐资源是啥物？互咱会当参与上帝国的起造人。虽然伊无偌济钱，1万也好，7000也好，总是这个信实的上帝教伊讲的，伊就互你啦。就。1比1还给你嘛，1倍还你。但是冇迄个10倍、100倍呢？伫我的经验内底，真正是安尼。一个无道友，是讲我若寻着伊，我就感觉毋知要安怎样来甲伊帮忙。伊来到我过去牧会迄间教会，当然即马搁咧甲关心。伊得着教会遐哩，即摆真济迄款的有形无形的关心甲帮助。但是伊是讲租厝，伊搬厝的时，已经厝啥物拢无设备。伊讲足热呢，牧师，爱来装冷气啊，爱着去问伊就甲我摕讲，这冷气安尼做若安尼装起来差不多爱10万啦。望你稍等一下，我就敲电话互教会的兄弟，伊嘛咧做冷气。我讲请你来帮这个忙会当较俗无？
过来伊嘛无现金呢，你互伊分期付款好毋好？吼，即个兄弟讲好，就安尼但是即个无队友讲，无说安尼我逐个月拢还1万安尼啦，吼，安尼至少我都会当安尼，莫讲一时得摕遐济钱，我摕袂出来，我着透过你的手摕互，因为我无互伊知影讲即个兄弟是啥物人。到尾安尼，差不多无法度啦，2、3个月吼，到一遍安尼，我着甲我的心爱讲啊，老实讲，伊是一个啥物款的人？2个自闭症的后生。第3个查囝，我讲你做勇敢生2个自闭症的后生，你搁敢怀孕，就是安尼。不过迄个第3个是真正足巧的，吼。人讲饲囝是啥？有愿望的，伊饲囝是遥遥无期的。迄个大囝吼，就是当然咱知影伊伫7嘛，吼，政府有规定，你的即个。公司若有50个以上了有2%，吼是爱互即款类似即款的囡仔来上班，互伊嘛有工作权啦。但是你也知影讲，本来是对1礼拜40点钟，一直讲到即马1礼拜3点钟啊，所以他只能在家。迄是大囝，第2囝高中毕业了就无法度。1天24小时就是困、食饭、洗身躯，安尼，迄个动作非常的慢。所以我讲，人饲囝是有愿望的，伊饲囝是要安怎？吼，安尼2个，所以你讲会当自力更生吗？嘛是无法度。安尼伊情形会变，所以我有讲，到最后我有心来讲啊，安尼最后迄2万，我甲分行的好啊。有一天，伊就摕来讲牧师，伊就摕1万来，吼，已经做3、4个月啊。伊就互我是讲，你免互我，吼，已经有人替你付啊。伊讲牧师，我明仔载要去开心脏。你知影讲即个家庭是啥物款的家庭？我讲拢毋免迄落啊，有人替你付啊，你迄拢毋免付啊。1礼拜后。一个张落起来，牧师，这2万互你。无代无志摕2万互我，伊讲伊有感动，我讲伊创啥？我就搁开始去想，若是即个时阵互我，吼，我就是要互学校，我毋是学校，是要互你的。咱的上帝真正是遮尔信心，我常常就去经验着即个。我讲迄个100倍好啊！有一年我咧看奉献的年度的奉献报告时，我迄我规年度拢无感恩奉献，通都有，就是即个感恩奉献无呢。我讲我较会对上帝无迄个感恩的心，袂使，我每年一定爱做感恩奉献，所以呢，我就用一个量2500的感恩奉献。迄年上帝互我100倍，我想无啦，我真正是想无，吼。所以咱的上帝是安尼信实，照伊所讲的。所以咱真正伫即个奉献的中间，就甘心乐意，咱毋免有迄个勉强，嘛毋免有迄个烦恼，因为咱的上帝真正是照伊所讲的。咱来读即个《路加福音》6章38节好，来。19搬出来，摒伫你的衫被，因为你用啥物牛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你。咱的上帝就是安尼的上帝，这是我的经验。我伫遮真正来分享这个经验，互大家。咱搁来读一节圣经，搁我的上帝。腓立比书4章19节，所以这2节圣经内底讲，上帝应允会伫你的生命中间化做一个实际。
咱来开始上帝的确会成就伊的旨意，成就伊家己讲的丰丰富富来满足咱的需要。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啥物？互上帝只是咱免啊奉献啦。上帝爱咱将啥物？将伊的话当作真的，用安尼来试看觅来。马拉基书3章10节来，万过耶和华讲。好，啥物代志袂使试探上帝？独独伫奉献即项代志，咱会当甲试探试看觅。我毋是咧试探上帝，是迄个感觉需要、感觉爱付出的，是迄个付出的中间，信息的上帝伊就行你啦。1倍、10倍、100倍拢有可能。所以咱着爱真实来实践即个奉献，咱就含上帝来入约啦。因为拄好新正年头，即嘛正月嘛，咱其实嘛会当来规划，到底我今年我要安怎奉献？咱着凭信心来奉献。虽然感觉疫情对经济有足大即款的影响，抑佫你的信心若有够力，邀我上帝的信息嘛的确正。所以毋茫咱会当伫遮互相来勉励，互相来来鼓励，伫咱的信的中间去经验着上帝。结论来讲咱伫奉献即个议题顶悬，就亲像农夫咧野种共款啦，少野的就少收，若济野的就济收。搁咱是讲奉献，毋是一款的责任呢，奉献是一个权利，奉献嘛是一个恩典甲恩赐。咱平常时无奉献的理由诚济啦。惊十要奉献出去，就无够用啊！亲像迄个生理人，伊毋是无够用呢，伊是毋甘啦。所以上帝讲，你是你是强盗，咱舍不得，因为1/10的效益实在有够济。你也想看觅，迄敢毋是拢上帝予咱的？所以今仔日上帝咱来挑战，咱做着信心的奉献，来伊来支取所需的财源。你是毋是愿意回应伊对你的挑战？安尼姊妹，我真正常常去体验迄个，安尼伊就互咱耶和华上帝就互咱即款的那个惊喜、惊奇搁一遍、逐遍搁逐遍，拢强化我对上帝耶和华上帝的信心，即款的信心。但今仔日是女主圣行的奉献主日。我用淡薄的时间来甲大家介绍女主圣行院女主圣行院今年都137周年啦，有够长的长历史悠久。毋过呢，咱教会兄弟姊妹有时无认捌即个机构，袂要紧，咱今仔日就来甲伊捌137年来，咱就是为1884年马介博士伊设立女主圣行院，目的是要训练女性来传福音啦。为什么？因为迄个宣教师是男性嘛，伊讲要接触女性足困难的，所以就派女性的宣教师来。女性的宣教师来是感觉讲，嘛毋是因做，着爱培养在地妇女起来，是即款的引单来设立女主圣行院。早期嘛，真正是安尼做，但是呢，咱中间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有收起来。到1958年的时，北大女宣讲即个汉好的机构，咱较毋莫搁来甲伊恢复，真正是来训练培育当初的即个妇女。到伫今仔日，迄个时阵是全时间的上课。到伫今仔日呢，咱就感觉讲即个有迄个咱讲教育普及，抑有即个信仰伊的即款的理念精神还搁伫个。所以目前呢，咱即个学校有8个分校台北1间啦桃园有2间，新竹宜兰就是伫咱南洋教会花莲有2间，玉里1间目前是8个分校伫遐咧运作。这是咱讲做圣经学程的部分。
所以咱若安尼甲看，就讲伫一礼拜中间吼，拜一就是伫本校上课，拜三是倒位？咱南洋吼，拜四是桃园吼，头一、头二啊，甲玉里，拜五是倒位？是花莲吼，啊个新竹，啊拜六就是阿美族的吼，应用因诶即个阿美的传道人来栽培。咱即个学校除了即个圣经甲神学课程了，咱阁有生活跟灵命的学程啦吼。我的故事，我的梦，伫旧年已经伫本年开过吼。即个学生安尼抓着王牧师不放啊，已经其实进阶班已经结束，牧师你着爱阁开，因为这个课程实在太重要，对每一个人伊即个重新去看去，伊生命内在过去的伤害，其实可能伊毋知。总是课若上落到地，伊讲哦，原来是安尼。吼，啊是讲含人咧计较的是讲话是吼，迄个改变，会当为着对方，徛伫对方的立场底下来想，毋是伊讲啊，你吼你安怎？吼，我莫讲吼，就是有即个课程。那咱2月23日是伫咱的南洋区哦，宜兰区，望会当遐足侪兄弟姊妹来上课，对咱的帮助真大吼。东部曙光，吼，这是一个专案哦。都下晡我2月1号明仔载最后一次诶，这个讲座就是启示录吼，也差不多将近200兄弟姊妹伫遐参加甲牧长。感觉讲这个世代咱无讲启示录是安怎，无法度，袂使，一定爱了解启示录咧讲啥物吼。过来，即个我的引法我自主，这是旧年啦，啊，今年个规划中间，因为学校的工作者足少，院长以外，搁一个专职的同工，所以阮所有的代志差不多安尼，啊，搁一个半职的会计吼，啊，搁一个4班的指挥，也是半职的，是安尼来咧运作整个学院。过来就是讲，咱2022年吼，就是北大。要庆祝马偕博士来台湾150周年，这个庆典，咱有一个课程吼，讲伫历史的长廊中，吼，重新去敲碎马偕的宣教的这个卡子吼，啊，这个课程伫本年咧开吼，啊，多陆主新学院受北大委托，伫这个马偕的所有伊行过的这个路径的中间，咱爱重新来规划，所以可能嘛爱邀请咱宜兰吼，哦，对即个马偕有研究的人做伙，咱做伙来讨论要安怎样来把即个活动用啊较好势。咱常讲陆主席人要拄根吼，讲10多年啊，即边望会当成啦吼。本来是旧年6月就要动工，但是疫情的关系，我煞搁延后，总是建商讲。望伫2022年的7月会当动工啦吼，啊，望讲伫这中间，咱会当有搁较好的空间吼，来规划教室，还是讲来规划咱的课程。啊，目前陆主生院欠是195万啦，啊，我写200万吼，看起来是无济，抑讲对一个收入是真少的资源的这个单位来讲，这嘛是一个足大的数目字吼。啊，感谢大家！哦，今仔日我来的目的就是来分享奉献，分享咱的即款的分享财富的中间，咱会得到上帝搁较大的祝福。啊，嘛伫遮真好胆讲，是毋是恁会当为着你做啥院？啊，除了奉献以外，祈祷，吼代祷，啊，除了代祷以外，会当足方便的伫咱南洋教会。就是有愈做啥的课程，咱就是常常来上课，安尼好无？嘿，望上帝祝福咱上到下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伫监督护士，伫雅各书，伫马勒基书，恁拢详细甲阮讲，阮甘心乐意的奉献。伫欢喜感动，不但是安尼，伫阮分享阮的资源的时，伫就
10倍、100倍来行愿。我嘛真仰望你家伫我身上，我的体会会当临到伫南阳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中间，伫因奉献的时，无论对任何对象的奉献，甘心乐意，诚做因的帮赞的时，你着欢喜，甚至照你的信心加倍来稳定临到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恳求你的圣神来感动，因为伫阮分享的时，阮确实就是咧实行你所讲的即个疼的界面，着爱彼此相疼，因为安尼人着看出阮就是你的学生。恳求你祝福阮，嘛祝福南阳教会一切规划事工，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甚至你摒天窗、摒福开天窗、摒福气，互南阳教会一切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即时，咱要过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17首，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会众起立用全手。请坐。即期咱要来奉献，请李恩兴执事兼秀美执事。
报告。来，一开始呢，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来教会的哈。今天有几位很特别的来宾哈，就是我们嘉文的男朋友跟父母啊。那我们请嘉文介绍一下好吗？你看。好，我们掌声的谢谢，欢迎我们杨教授一家人哦，欢迎你们。好，那我们这边先来做报告。本主日为台湾女子神学院奉献主日，我们欢迎院长庄淑珍牧师代表该院前来请安报告正道。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庄牧师。今天礼拜后，信爱成人团契邀请神学生潘新荣老师来分享初探大卫包森谈新约，邀请兄姐一同参加。分享后召开长执会小会。第三点，南英教会60周年的纪念特刊开始征稿啊，到4月底止。那请众修姐来写下您的感谢、赞美、意向跟见证分享哈。我们在南洋教会的小故事等等，也请每户交出3到5张的生活照。我相信可能时间越来越接近了，请大家密切来注意一下我们60周年的相关的一些文稿以及活动以及种种的一些准备事工哈。好，那这些资料我们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是特刊编辑组组长李恩兴执事啊，电子档也可以传到教会。然后再来就是肢体消息的部分，招待桌有立泽简教会为建堂义卖花莲富里米，每袋4.5公斤300元，欢迎兄姐认购。第二点。故蔡发起牧师入殓火化礼拜定于2月6日礼拜6的上午10点在罗东寿园，告别礼拜在下午2点在罗东长老教会举行。第三点，台湾女子神学院在2月23号礼拜2的9点到下午的5点10分，24号的礼拜3的9点到12点40在本会举行，举办的是生活与灵命的学程，寻找与神相遇的途径，我的故事，我的梦。密集课程报名费每名1800元，教会会补助一半，欢迎有兴趣的兄姐报名参加。2月16号是报名截止的日期啊，也就是我们过年后的几天哈，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详情看公布栏跟招待桌的课程简介。信心中会松年部举办春季灵修2日旅游，详情呢请洽松年团契会长王娟慧指示。2月18日报名截止，请参看这以上哈。然后另外的代祷事项，请参看本会每周的牧会函，并附上祷告代价。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有许多长辈，不管在身体上、在心灵上的软弱，我们都为他，我们依着这个牧会函里面的内容，我们一一的为他提名代祷。好，那注意事项，信心中会的台籍长的这个一个公文哈，因应全球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升高。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启动秋冬防疫专案，进入礼拜堂属于此专案的项目内，请于礼拜及聚会中务必佩戴口罩，喷洒酒精消毒，测量额温，并注意个人卫生。如有发烧、咳嗽，尽速就医。未佩戴则且劝导不听者，由地方裁罚新台币3000以上到15000以下的罚款。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务必在我们这个教会群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我们个人的防疫的工作。然后也请配合我们教会实名制的点名，用 QR code、用 LINE 或者用签名的手都可以哈。然后我们再来，兄姐也可以上 YouTube 网站来寻找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那个这个账号啊，来加进去，然后可以订阅影片。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的礼拜的直播都会传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好，那以上是我们的报告事项。对不起，再补充报告一点哈，就是我们的春联和红包袋都在招待桌，请兄姐来酌量取用。好，谢谢。好，刘兄这边，欢迎咱正兄这较等的会通留步来安尼听这个咱的新学生潘新荣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初探大卫包森谈新约吼。这个课程是咱各个教会所要举行的这个透过影片
咱来认捌即个神约吼的即个课程也互咱会通对咱所读的些圣经会通有一个搁较无共款的安尼领受，所以请咱时间若会拄合会好势，拢尽量留落来安尼来听好，以上。好，那其他的有关会计报告以及其他的部分那个请大家参阅。如果资料有出入的，请向干事提出更正。这是咱要来迎上映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多谢无事接读。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若毋是主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施恩赐福，主阮无才调伫主你的面前徛伫遮来敬拜你。代比别人较大声来领受对主你来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搁较认捌阮家己，互阮会通透过阮知影，阮需要有对主你来会带领施恩甲祝福，互阮会晓伫回应主你所赏赐阮逐样丰盛的恩典，互阮会晓伫来将阮对主你所领受的，也会通来安尼对主你来安尼回应，互阮会通透过照着回应，佮继续领受主你丰盛恩典满满。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请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